我哋崇拜現在開始，請會眾一同起立。約翰福音第8章第12節，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哋一齊有祈禱。親愛父神，多謝你，多謝你帶領到弟兄姊妹嚟到你嘅跟前。我哋願意，我哋先將自己放低，我哋單單去仰望你。你係我哋面前嘅光，你引導我哋去行每一步。主啊，願你光照我哋，唔單止光照我哋嘅內心，讓到我哋喺你嘅光裏面呢係毫無黑暗，以致我哋能夠坦然無懼嘅嚟到你嘅跟前。我哋將一切重擔完全卸下，求主嘅靈進入我哋每一個人心裏面，帶領我哋嚟到你面前俯伏敬拜，將到以下時間完全擺上，求主悅納，奉主名求，阿門。啟示錄第7章第9到第12節，我會讀白色，請會眾幫我讀橙色嘅字。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阿門。我們的神。諸天說述神榮耀尊貴，造物奇妙，讓蒼生驚嘆，伸手賜下無窮盡恩惠，統管四方，權能越過天際。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美善嘅主，榮耀尊貴都歸於你。伸手賜下，伸手賜下無窮盡恩惠，統管四方，權能越過天際。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你話語創建一切，
吶喊，大海呼應，眾唱哈利路亞。你話語創建一切，看萬有無從退位，盡力吶喊，大海呼應，眾唱哈利路亞。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約翰一書第4章9到10節。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着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神我所有罪債，由你擔當，願十架使我釋放。神我今永屬你，求獻一生，傳頌主的救恩厚愛。頌讚主耶穌的聖名，獨配得崇敬，只有你聖名。頌讚主耶穌的聖名，萬國都揚聲，稱讚你聖名。神赦免我哋嘅眾罪，賜我哋生生。除我羞愧罪咎，容我謙卑，降服主的救恩中讚嘆。神你恩典永久，求賜一生，傳頌主的救恩厚愛，頌讚主耶穌的聖名，獨配得崇敬，只有你聖名。頌讚主耶穌的聖名，萬國都揚聲，稱讚你聖名。頌讚主耶穌的聖
國都揚聲，稱讚你聖名。頌讚聲如此絕震天，主榮耀全地彰顯，尊貴配受讚我聲，是你至高的聖名。頌讚聲如此絕震天，主榮耀全地彰顯，尊貴配受美歌聲，是你至高的聖名。頌讚聲如此絕震天，主榮耀全地彰顯，尊貴配受美歌聲，是你至高的聖名。耶穌的聖名，各配得崇敬，只有你聖名。頌讚主耶穌的聖名，萬國都揚聲，稱讚你聖名。Worthy is your name。我哋藉住耶穌基督嘅愛，我哋學習去愛。哥林多前書第13章1到13節咁樣講：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不算不得什麼。我又將所有的周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於我無益。傳播道理，煥發光彩，為滿愛心，誇張實真，虛構諾言，無限應允。
我獻出畢生所有，無以大愛，強壯慷慨，名望倍增，虛假貪心，得到無台，仍沒有愛。來佔我心，驅策我靈，靈裡煥發，願被申信，行日之中，引導善行，得以自由。誠實見證，來佔我心，驅策我靈，靈裡煥發，願被申信，行日之中，引導善行，得以自由，誠實見證，得以自由。請會眾坐低，我哋一齊讀約翰一書第4章1到12節。我會讀藍色嘅字，請會眾讀紅色嘅字。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從這個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愛。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着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藉着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我哋將以下時間呢交俾 Wisdom 傳道。
呢個得唔得？得喎。弟兄姊妹平安，感謝神讓我可以繼續喺度分享神嘅話語，真係好忙仍然都感恩，即係藉住預備神嘅話語，俾我更親近主同埋更經歷主。今次嘅經文咧，陣間唔係12係去到21啊，所以陣間大家一齊再補讀啊嚇。咁咧就經文咧係關於愛。多謝咧芬 Leo 小天使，不在，跟住咧幫我哋做咗咁可愛嘅圖啦咁樣，感謝主。最近咧香港人之家嘅芬 Leo 都好唔同嘅 style，又好清新咁樣啦，咁都係越嚟越多弟兄姊妹喺當中去服侍，見到你哋每一個無論敬拜又好，做圖又好，都喺度，跟住咧服侍主開心嘅話咧，亦都喺嗰度經歷主咧，我發揮到你嘅所長咧，我係真係好感恩嘅，係亦都係好喜樂嘅。唔知點解大家會見到我咁喜樂，但我真係好喜樂，因為咁樣咁，所以一切榮耀造讚都歸於主。好，返正題先。今日咧係愛篇嘅第2篇。今次喺約翰一書第6個講到啦，大家頂得住啦，希望仲有一個咧就講完噶啦。想藉住呢個經文咧，同我哋講啲咩？喺講道以先啦，我哋一齊禱告。慈悲仁愛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唔係你嘅恩典，我哋又點能去經歷你呢？能夠得稱你為阿爸父，係因為你藉住你嘅愛子主耶穌基督，為我哋係罪嘅罪死喺十字架上，流血捨身嘅愛。呢份愛係一份好長、好闊、好高深嘅愛，深深咁包圍住我哋，以致我哋從而得生命，得着永生嘅盼望。感謝你派聖靈喺我哋呢班信靠你嘅人當中去提醒，以真理引導我哋嘅方向。主啊，將一息間嘅時間交上，求主你使用引導，願聖靈喺當中運行，讓我哋從你嘅話語中得着亮光，生命得着提醒。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門。好，我哋都翻去第6講 recap 嘅時間啦，又係第一講就係神係光，佢裏邊冇黑暗，唯有讓神嘅光照我哋知罪認罪，藉住主耶穌基督嘅寶血洗清我哋嘅罪，先至與主建立真實親密嘅關係。同神嘅相交唔係得把口講，係言行一致，活出嚟嘅，行喺光之中嘅生命。第二講，真正認識神唔係淨係頭腦，係關於係點樣遵行主道，遵行神嘅命令，越去遵行，亦都會越認識神。呢一種係螺旋式嘅認識，個關係越嚟越深。約翰俾咗我哋一個屬靈測試，同今日有啲關係，係愛定係恨弟兄呢？呢個測試就睇我哋係咪真係遵行主道，行喺光中。第三講，約翰先肯定我哋嘅身份同經歷，發出2個警告：小心愛世界嘅引誘，同埋敵基督嘅迷惑。否認基督嘅謊言會帶你嚟真道。今日都係會講呢樣嘢。唯一對策就係讓起初嗰個道留喺心裏邊，聖靈去引導你，你可以住喺裏邊。第4講，約翰話有2種兒女，你係邊種呢？冇灰色地帶。神嘅兒女會行喺主裏邊，行義愛弟兄。魔鬼嘅兒女就會繼續活喺罪中，唔守真理。生命嘅方向會顯明你係邊一個，係真正嘅改變。真正嘅改變係神嘅靈係常喺你心裏邊，容讓主喺我哋裏邊工作。上次咯，量度尺就係愛嘅量度尺，用個愛嘅溫度計貫穿。恨弟兄嘅該隱去殺弟兄，然後一個好反面嘅教材。然而耶穌基督
就係嗰個為人去犧牲，為人嘅罪去犧牲，嗰份出死入生嘅愛，係我哋嘅榜樣，係我哋愛嘅根源。基督好直接咁挑戰我哋，見到弟兄有需要就扮埋個心，硬着心腸幫佢。呢個愛又點會住喺我哋裏面呢？所以第三點提我哋，真正愛必須出於真理。神俾我哋嘅心大，聽從真聖靈，遵主命，就係真正彼此相愛。今日其實都好多 recap 嘅，其實好，我哋會有3點。上次就係出死入生，彼此相愛，有永生記號。今日呢，就係呢份愛建基於啲乜嘢呢？喺第4章一開頭就會講試驗，望下個圖，熟唔熟口面呢？好熟口面啊！大家有冇用啊？最近係啦，喺 Covid 時期嗰啲快測啦，係咪？係啦，有細路仔之前嘅，經期冇嚟喎，咦？我哋要驗孕棒啦，再唔係啦，年紀大啦，我哋就要驗下身體，想知道個真相。你知道自己身體有咩症狀？呢度痛，嗰度痛。檢驗喺約翰嚟講，其實佢唔係講緊要驗身體，係驗緊個靈。約翰話：親愛嘅弟兄，因為我用新漢語譯本嘅，親愛嘅弟兄，唔好每個靈都信，反而要試驗嗰個靈係咪出於神，因為有好多假先知已經嚟到世上。假先知已經嚟到，其實唔係將來先有，而係已經嚟咗。而約翰好親切咁樣，親愛的咁樣。其實前幾章都係一到呢啲位就係提醒位嚟噶啦。其實喺呢一度係有兩個動詞，等陣先，有兩個動詞係命令式，喺成章裏邊只係出現2次，就係個信字，唔好乜都信。第二，一定要試驗，代表住嗰個重要，唔係叫我哋咩都懷疑，而係唔係即係乜都好啊好啊，照單全收，你覺得幾好喎咁樣，係要我哋驗清楚信徒，唔係淨係靠熱心、靠感覺 feeling， 外表好似好好，而係要學識分辨。好得意啊！即係約翰咧，唔係叫你信，唔好信每一個人，唔好信先知，佢係叫你去唔好信靈。靈係代表咩咧？可以係一個教導，可以係受靈影響嘅人，或者背後屬靈嘅力量。換句話說，即係約翰唔係叫我哋單睇外表，而係睇佢嗰個人裏邊嘅靈。個信息佢想講嘅背後係咪出於神呢？點樣驗呢？點驗就係好清楚，凡宣認耶穌基督成了肉身而嚟嘅呢個靈就係出於神；而凡唔宣認耶穌基督呢個靈就唔係出於神。喺呢一點你就認出神嘅靈。呢個咧今日就唔會講一啲可能比較靈一啲開放性靈嗰嘅方式。而係我哋真係喺日常生活裏邊，當你自己都係信主，你有神嘅靈裏邊，以至群體裏邊都大家互相去認證、禱告嗰種嘅驗靈。而驗靈嘅標準係道成肉身嘅基督。跟住嘅解釋就係，跟住之後就會講返嗰個基督點樣去為咗我哋有嗰個贖罪祭。第2點會講呢個宣認呢個字唔係單單知道，而係公開宣認、確認信仰，唔係心裏面信，而喺群體裏邊去講翻你自己信耶穌基督成了肉身為我哋死。假先知否認嗰個唔係一啲嘅教義啊，而係否認緊今日講愛係神愛我哋嘅根基。驗靈放喺呢上一段經文係講，又係講愛。今段經文又講愛，好特別。佢講個驗靈夾咗喺中間。其實呢個驗靈喺兩個中間係講緊愛嘅根基。你要驗到嗰個靈
係咪出於愛，係要有真理先至係嗰個根基。驗完之後，約翰就講咗好緊要、好寶貴嘅話，就喺第4節。你哋屬神嘅就係贏咗佢哋噶啦，嗰個喺你裏邊比喺世界上大。上次講神比你出邊嘅大，呢度喺2至6節係一個線形嘅結構，即係一個交叉結構，夾住嘅。第4節好明顯係全段嘅中心，兩邊都會有假先知，有屬神世界嘅靈，有真先知同有屬神嘅靈。其實古今中外一直都有假先知敵基督，有唔同嘅宗教，大家可能聽過唔同嘅宗教將耶穌降為只係一個先知，矮化咗基督嘅神性同埋人性。當一個人嘅教導扭曲咗耶穌基督，降低咗佢個身份，呢個當佢係老師啦，一個榜樣啦，咁就已經係偏離真理。愛係要基於真理，然後我哋最大嘅把握係咩啊？屬神嘅人係因為聖靈住喺我哋裏邊，本質上係大過晒所有任何扭曲真理嘅力量。我哋已經藉住呢個聖靈得勝。聖靈咧嘅工作咧喺約翰咧喺其他經卷咧係有講嘅，但係其實嗰個聖靈係乜嘢？有聽過保羅喺哥林多嗰度講，有寶貝喺瓦器裏邊，寶貝就係代表基督嘅生命同埋真理。我哋每個都只係泥做嘅瓦器，但正正因為我哋有聖靈喺我哋裏邊，先至有呢一個能力顯出我哋一切都係出於神，唔係出於我哋。喺第5、第6章其實會分咗呢度。就係將佢哋同我哋即係比較得好清楚。屬世界嘅人就講世界嘅嘢啦，聽世界嘅聲音啦；屬神嘅人就會聽神嘅話啦。呢啲嘅聽唔係就咁聽，係接受咗、順服咗，即係好似你呢個咁樣健康啲，我哋要下火飲羅漢果咁樣。即係當你覺得嗰樣啱你，你就聽咗。咁當然健康就簡單啲，但係喺屬靈上，當你聽咗一啲唔係屬於基督嘅人所講嘅嘢，佢講嘅嘢似是而非咁樣，就會令到你有機會離開真理。而呢一個聽屬神嘅人，其實佢哋會聽翻神嘅聲音、神嘅話語、神嘅群體當中講嘅嘢。以至佢一路係持續，唔係一次嘅生命方向嘅選取，係一個生命嘅模式。試驗同埋認出，其實係一個複數嚟嘅。我哋同你哋，我哋呢一班人已經認咗基督係屬神嘅人。呢個試驗認出係講緊我哋之間同你哋都一齊去認，唔係獨行俠。唔係一個人嘅感動或者係感受，而係響神嘅群體裏面一齊去驗證，彼此驗證，一同經歷聖靈嘅帶領同提醒咧，其實係一種屬靈嘅保護嚟嘅。因為世界咧不停咁變，大家中意咩啊？我其實都中意 Miffy 嘅，都係啦，最近都幾中意 Pantry 嘅，其實。咁前一排有啲人就買緊Labubu係咪啊？係啦，好似個價跌咗咯，已經係即刻。即係喺世界咧，我哋追緊嗰個潮流咧會起咳。聽日可能變得好快，屬世界嘅言論有佢個吸引力，啲人好聽就會聽，或者世界會叫你係咩啊？個人主義啊！你想點就點，但係屬神嘅人好需要彼此去提醒，彼此去分辨，讓神嘅話語成為我哋嘅根基基準，免得一時因為潮流表面嘅吸引力沖昏咗頭腦，偏離咗基督。呢種印證係建基於真理裏邊，
有好多次咧，我哋喺我上年5月開始喺呢度講到啦，好多事經歷過嘅其實，但好奇妙。當我哋自己都去祈禱遇咗唔同嘅事情啦，然後好巧妙地，神又係咁樣同我講，又係咁同你講。以至我哋去經歷緊聖靈係嗰種嘅帶領，唔係我哋去誇口，而係我哋要謙卑人嘅不能，而唯有聖靈喺當中喺我哋無聲之下去工作。講完咗分別真理之後，即刻就進入咗另外一個重要嘅主題啦，就係愛。因為如果有真理冇愛，教會就好難，但有愛又冇真理咧，就係喂，然後慢慢就會失去大家個方向。所以約翰跟住就話，真正屬神嘅人唔單止要分辨，係要彼此相愛。之後大家睇翻呢個圖，如果第一段叫我哋係學分辨，第二段就叫我哋明白愛嘅源頭唔係喺人，係喺神。聖靈不斷咁去提醒同引導我哋呢個愛嘅群體，神先係中心。當我哋住喺神裏邊，彼此相愛，唔係反映神，唔係淨係反映神住喺我哋裏邊，更加成為弟兄姊妹彼此守望嘅力量。咁樣教會就成為一個有分辨嘅身體，就算狼披住羊群進入我哋同心以神嘅話語作根基，信服聖靈嘅帶領，就會分辨到靈係出於神定係唔係。因為愛從來都唔可以離開真理，真理亦都喺愛中去實踐，就好似呢一句咁。之後大家睇翻。所以約翰話：親愛弟兄，我哋要彼此相愛，因為愛係出於神。凡有愛嘅，就係從神生的，並且認識神。喺呢度，約翰講咗一句，大家都聽過，信徒唔係信徒都聽過，就係神就係愛啦。神就係愛，就唔可以反轉，因為神係有冠詞，而佢係一個主語，所以唔可以講愛係神。所以係好大分別嘅，反映咗就係唔係任何有愛或者愛心表現都係出於神。咁樣我哋點知道神係愛我哋呢？都係嗰句，神差佢嘅獨生子嚟到世界，使我哋藉住佢得生命。從呢一點，神嘅愛就喺我哋裏邊顯明了。當呢有時可能大家見過我唱嗰首唯有主基督喺度喊嘅時候呢，其實就係當你思念主恩，連我呢啲咁嘅罪人，佢都愛嘅時候，佢亦都為愛死。有咩比捨身嘅愛係更大呢？所以約翰就 highlight 翻，唔係我哋愛神，而係神愛我哋。神嘅兒子，佢為我哋嘅罪成咗贖罪祭。呢個就係愛，基督犧牲係佢自己，佢成為贖罪祭，徹底解決咗好似我哋之前講人同神因為罪破壞咗嘅關係，使我哋重新同神和好。好多時咧，唔知有冇大家會諗咧，或者未信嘅，或者信咗一段階段嘅，大家唔知有冇咁諗過，係咪即係我要成熟啲，神先愛我咧？係咪我要做好啲，神先接納我咧？大家冇咁諗過噶？冇，係咪啊？即係會唔會覺得啊，我都唔配得嘅，我憑啲乜嘢要神可以有神嘅愛咧？有冇曾經諗過，或者曾經有冇思想過嘅？冇，好好。呢個先後次序好好啊，係因為我哋要先識去愛神。識去經歷神嘅愛，然後先愛神愛人。或者大家都信咗一段期間，所以唔會講啊，我要努力去做啲乜嘢先至會覺得經歷到神嘅愛。
神嘅愛係白白俾我哋，就好似耶穌基督為我哋死咁樣，唔係喺知識裏邊，而係住喺神裏邊。平時我哋講愛係咩㗎？大家認為愛係點啊？愛係建基於乜？大家可能見過呢一個 video 噶啦，有冇印象啊？最尾個答案係粗口嚟啊！其實係冇見過啊，係咪啊？有咩驅使你落暴雨都返工啊？咁樣問下地盤佬，有冇印象啊？冇人有印象啊，因為冇反應，好悶啊。有Alex 有，係愛定係責任啊？係窮啊！佢答係啊。所以其實當我哋有時咩驅使我哋會湊細路、返工、照顧身邊嘅人，係愛啊，定係喂，其實我要做咯，我唔做佢就死啦咁樣，定係基於嗰份對佢嗰份愛咧？又坦白嗰份愛真係有時唔係好夠㗎嗱，你媽想點咁樣係咪？大家有話呢一啲落地少少，大家有冇有嘅係咪？當我哋唔夠愛，呢啲就係我哋成長嘅寫照。其實我哋爸爸媽媽好愛我哋，但有時都係有一份責任。你會感覺到佢係一份責任。有時我哋都可能感覺到自己係為份責任去愛人哋，以致會乾。所以神話，其實我哋識去愛人，係要先經歷神嘅愛。如果我哋呢一篇愛篇裏邊不停咁講愛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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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因為神嘅愛驅使我哋先會識得去愛人。從來冇人見過神，所以約翰話我哋經歷咗呢個愛，我哋先可以用呢個愛去彼此相愛。咁我哋就住喺神，就住喺我哋裏邊，佢嘅愛就喺我哋裏邊得以完全。當你我他都經歷緊神嘅愛，從神而嘅愛去愛呢一份彼此相愛嚟得真，亦都係神原本嘅心意。呢份完全嘅愛唔係停留咗喺個 theory 嚟嘅。約翰跟住就講個好實際嘅果效。當神嘅愛真實咁進入我哋嘅生命，生命就會改變。改變係啲乜嘢呢？麻煩大家醒神嘅時候幫手讀單數，我讀雙數。預備起。一點，我們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我們裏面。父差遣了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從前見過，現在又作見證的。人若宣認耶穌是神的兒子，神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神裏面。我們已經認識並且相信了神對我們的愛，神就是愛，那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從這一點來說，愛與我們一起得以完全，使我們在審判的日子可以坦然無懼，因為他怎樣，我們在這世上也怎樣。在愛裏沒有懼怕，完全的愛把懼怕驅除，因為懼怕帶有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還未得以完全。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如果有人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他就是說謊話。人不愛看得見的弟兄，就不能愛那看不見的神。也要愛他的弟兄，這就是我們從神那裏領受的命令。唔該，神將佢嘅靈賜俾我哋。約翰話呢度就知道我哋住喺佢裏面。當一個人知道自己被神愛、被神接納，佢內心唔再需要用恐懼去 driven，
約翰話完全嘅愛可以驅走呢一個懼怕。呢個係聖靈喺我哋內住，係知道自己屬神嘅實在嘅確據，唔係感覺去估，而係憑神親自賜俾嘅靈去見證。當聖靈喺我哋裏面掌權，神有一句好釋放嘅話，呢一點就係愛與我哋可以得以完全，喺審判嘅日子可以坦然無懼，愛裏冇懼怕。呢個懼怕核心係講緊喺審判日子站喺神面前嗰個害怕，係被定罪嘅懼怕。原本嗰個懼怕唔係嗰個驅走，唔係慢慢淡化嘅，係一個主動剔走，係神嗰份完全嘅愛，將嗰份刑罰我哋有時預咗可能都會俾人罰喎，呢一個感覺會除去，而懼怕陷刑罰一針見血，就係我哋隨時會我會唔會俾人罰咧？我做得唔好咁樣，弟兄姊妹，可能呢一度要咁樣去講。當你審判嘅日子，我哋有時話你會唔會活出基督啊？然後我哋有時見到人哋做到咁嘅，然後我就話睇審判啦咁樣。但係有時當我哋面對將來嘅日子嘅時候，你會唔會怕呢一份審判嚟到呢？你會覺得自己得罪神呢？其實可以分享我自己生命嘅一個縮影。喺我原生家庭啦，爸爸係酗酒，可能大家都聽過。佢飲醉酒咧，佢係會好餓、好爛渣，即係當你做少少錯咧，佢一巴冚埋嚟咁樣。所以由細到大咧，我會好多驚嘅。然後我習慣咗咧，作最壞打算，作最好準備。由青少年嘅我就已經係慣咗 fight or flee， 通常都係走佬。而唔知唔覺，爸爸個形象慢慢投射咗我同天父個關係裏邊。我以為神都係咁，神會罰我。當我可能有一段時間去努力去做，都係為咗要去取悅，做一啲行為去取悅神。但係神話唔係咁樣，唔係我唔夠好，唔係佢唔接納我，而呢一份恐懼。其實同審判日個恐懼有相同。我當呢啲家庭嘅創傷，加上我天生都敏感 type， 即係高敏 type， 所以喺人生低谷嘅時候，最差嘅時候，神冇放棄我，反而再次挽回我，帶我翻去教會。神藉住弟兄姊妹好有愛啦。詩歌啦，神嘅話語同埋聖靈一步步觸摸我嘅生命，讓我重新宣認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認真去認識佢，亦都開始真正相信，唔係我先愛神，唔係我做啲乜嘢，而係神白白無條件咁將耶穌基督為我哋死。所以約翰咁講。我哋已經認識咗神，而且相信神對我哋嘅愛，就係咁樣去信神咁樣對我哋。其實你信神係要一天一天加落去，佢愛你，你同佢嘅關係好似認識朋友咁，你都要一天一天覺得佢係愛你，一天一天經歷佢嘅愛，你先會住喺佢嘅裏邊，住喺神裏邊，藉着聖靈。佢將呢個愛擺喺我心裏邊，一步一步去醫治我，唔係停留喺情緒嘅安穩，唔係個心裏面覺得平安啲單單，而係一份穩固，覺得有一份穩固嘅確據，因為神為我哋死，佢好愛我哋，我哋我哋唔需要好似等判罪咁，神會判我嘅罪。將來審判我哋嗰位基督已經為我哋釘十字架，已經擔當咗我哋嘅罪，成為我哋嘅救主。所以慢慢經歷到
約翰所講嗰句愛裏無懼怕，以前乜都驚啊，其實驚鬼、驚黑、驚乜都驚，冚唪唥驚一大輪嘅。因為 PDSC 嘅人其實係好多恐懼，但因為神嘅愛使我復原。而家嘅喊唔係我軟弱，而係神嘅愛喺度感動緊。當真正活喺神裏邊，我哋就知道自己被接納、被赦免，亦都係因為我哋係好愛嘅兒女，唔需要再活喺嗰份恐懼裏邊。驚咧冇地方住，驚第時唔知點算，驚架車撞，好多呢啲恐懼。sorry，唔係講緊你，我講緊自己嘅。所以我哋可以坦然無懼喺神裏邊。所以大家見我揸車，我都會講：喂，我哋騎個靚土先咁樣，因為神一定保護我哋，係咪？所以約翰講喺呢一度，就係一份更具體嘅盼望，就係我哋唔驚喺審判台前，亦唔驚神去鬧我哋、話我哋。只要我哋翻到去有悔改嘅心，然後讓神光照，讓神嘅愛充滿我哋，以致我哋生命會因為神而改變，而去愛人。所以完全嘅愛唔係我哋愛神愛得完美，而係神嘅愛喺我哋生命裏邊去到嗰個目的，由害怕變咗坦然，由自我保護變咗挨得住倚靠。神可以挨嘅，由懷疑接納變成確信自己係屬於神嘅。約翰最後將愛落到一個好具體，就係講，我 skip 咗個恐懼。如果有人話我愛神，但恨佢嘅弟兄，佢係講大話。人唔愛看得見嘅弟兄，又點愛神呢？我哋愛，因為神先愛我哋。呢份愛最終一定會行出嚟，唔係淨係口裏面講愛神，係真心真意咁去愛神。呢度唔係講緊識愛人先愛神，而係我哋因為神嘅愛激勵，以至可以愛神。其實都係一個測試，睇到我哋同神嘅關係，睇到我哋有冇經歷神嘅愛，以至去愛神，反映出你同神嘅關係。所以今日最後呢，最後呢，想有個總結。第一，呢個先，我哋要試靈，係基於個愛，愛裏邊有真理，而愛係建基於係神嘅愛，冇神嘅愛，我哋唔能夠彼此相愛。而因為聖靈喺我哋當中，我哋可以驅走黑暗，驅走恐懼，唔使驚咗人，而係敢去愛。我哋呢，今日呢，可以嘗試慢慢去安靜，藉住禱告可以去經歷神嘅愛。只希望大家今個禮拜返去嘅時候，睇下究竟係邊個聲音去推動你，係屬世界嘅恐懼啊，定係嗰份從神而嚟嘅愛去推動你去生活，去愛身邊嘅人呢？我哋一齊禱告。賜俾人我天父，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不單喺我身上，而係喺我哋每一個人身上去經歷神你嗰份深恩厚愛。
我哋其實可以好坦然、安靜喺當中去經歷神就係愛，喺愛裏邊會完全，愛裏邊係冇懼怕。主啊，求你嘅愛澆灌喺我哋每一個，求你嘅靈與我哋同在，讓我哋生命個方向去跟住你。其實點樣去回應你，點樣去愛你，你早就知道。但係我哋每一個係真係唯有你嘅愛，你嘅真理，你嘅靈，先可以活得更精彩，活出係你嘅生命。讓我哋願意去傾出呢一份愛，對待每一個身邊嘅人。讓我哋願意以你嘅真理、你嘅話語，去使我哋成長，使我哋越似基督，向住你嘅方向而行。主耶穌，多謝你，感謝你為我哋喺十架成就嘅救恩。主，我哋好感謝你，你咁樣去愛我哋，以致我哋能夠互相去相愛。以上嘅禱告交託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請會眾一同起立。無窮大愛於天上來，多廣闊就如海，難承載難測透，超出理解。完全是你與我共行，將心獻沒離開，來活過願意畢生傾出愛。心因激發我，今一生得釋放，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基督心因光照我，心熾熱在蔓延，你我一起同心獻，傾出愛。無窮大愛於天上來，多廣闊就如海，難承載難測透，超出理解。完全是你與我共行，將心獻沒離開，來活過願意畢生傾出愛。心因激發我，今一生得釋放，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基督心因光照我，心熾熱在蔓延，你我一起同心獻，傾出愛。無窮大愛於天上來，多廣闊就如海，難承載難測透，超出理解。完全是你與我共行，將心
活過，願意畢生傾出愛。基督心印激發我，今一生得釋放，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基督心印光照我，心熾熱在蔓延，你我一起同心獻，傾出愛。基督心印激發我，今一生得釋放，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基督心印光照我，心熾熱在蔓延，你我一起同心獻，傾出愛。你我一起同心獻，傾出愛。請坐。Sorry。好，每一個月嘅我而家講我哋第二個禮拜六係我哋嘅聖餐崇拜，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而死喺十字架上，因着佢嘅寶血以致罪得赦免。每逢我哋吃這餅喝這杯嘅時候，為嘅係紀念佢嘅救恩。我哋一同唱同餅同杯呢首詩歌，提醒佢哋藉住聖餐，我哋彼此紀念。有關主餐嘅經文記載喺哥林多前書係咁樣講：因為我從前傳給你哋嘅係我從主領受嘅，主耶穌喺被賣嘅一夜，拿起杯來獻上感謝，就擘開，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哋捨的，你們要這樣做，為的是要紀念我。飯後佢照樣拿起杯來，呢個杯係我嘅血所立嘅新約，你哋每逢吃這喝嘅時候都要咁做，為的是紀念我。因此你哋每逢吃喝呢個杯，都係傳頌主嘅死，直到佢嚟。所以無論誰唔用唔恰當嘅態度吃主嘅餅，喝主嘅杯，就係冒犯主嘅身體，主嘅血。人應當省察自己，
先至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卻不辨明嗰個係主嘅身體，就係吃喝自己嘅審判。喺我哋領主餐之前，一齊去禱告。主耶穌基督，天父聖靈，我哋感謝你，因為你派獨生子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死，呢一份愛，呢份恩情，以至因為呢一份因為耶穌基督嘅寶血，讓我哋罪得赦免，唔再被罪捆綁，得以自由。我哋係唔配，但因為你白白嘅恩典，以致我哋今日成為你寶貴嘅兒女。每次我哋按你吩咐吃這餅、喝這杯，就係紀念你為我哋嘅恩情。求主幫助我哋謙卑我哋嘅心，以致我哋陽光，願你嘅光照我哋，去省察內裏有啲乜嘢唔合你嘅心意，得罪你嘅。我哋承認自己都係一個軟弱嘅罪人。主，求你赦免我哋嘅罪，以致我哋可以重新的力，繼續前行。願我哋唔單止喺呢一刻紀念主，喺每天去生活，去親近你，將你嘅話語存喺心裏邊，去遵行主義，過一個得勝嘅生活，活出與蒙恩所相稱嘅生活。感恩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請相離嘅弟兄姊妹。當我哋等待領受主餐嘅餅同杯嘅時候，我哋都繼續喺座位裏邊去紀念主恩，同埋省察自己嘅心思。耶穌基督話：呢個係我嘅身體，為你哋擘開。我哋一同以感恩嘅心領受呢個餅。飯後，耶穌再拿起杯來祝謝。舉起杯，我哋一同以感恩嘅心嚟領受呢個杯，紀念主。
係聽唔聽到？聽唔聽到？聽唔聽到？呢個喂係我哋今日有新朋友，其實阿 Brenda 係咪 Paul 嗰陣時都有嚟過我哋？係啊，咁今日仲有 Brenda 有嚟我哋，係啦，同埋佢女朋友Sam，我哋俾掌聲，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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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我哋多謝阿 Wisdom 今日為我哋傳道啦。其實頭先我都聽到有啲反省係啦，即係愛係唔應該有懼怕係啦，即係可能做爹哋有陣時成日好似有啲威嚴，想去嚇啲小朋友。哦，原來神係啦，話俾我哋聽，愛唔係我哋一般人認識嗰種，我都有啲慚愧睇係。咁咧多謝 Wisdom。跟住落嚟，其實我哋有2個家事報告，都係其實我覺得係要感謝神嘅係。其實咧大家記唔記得咧我哋其實我哋每個禮拜除咗阿黃牧師同阿 Wisdom 之外，我哋其實好多個禮拜都有出邊嘅講者嘅牧師傳道人過嚟幫我哋講道。大家記唔記得 Andy 牧師係同埋 Hans Chow？ 其實要嚟緊呢2個 item 都係佢哋邀請翻我哋去 join 佢哋一啲online 嘅介紹咁樣樣。其實大家詳細咧可以睇翻我哋教會嘅 WhatsApp group 裏邊。咁阿 Andy 牧師咧，其實佢馬來西亞浸信會嗰度咧，其實有一個 online 嘅 section 咧，就去介紹翻佢哋個教會喺 Melbourne 度做啲乜嘢。咁大家其實如果有興趣有時間都可以 join 翻係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阿 Hans 都有嚟過我哋教會講道幾次係啦。咁佢都有一個online 嘅 section 嚟緊，都係會可以去歡迎我哋去參加係啦。咁阿 Wayman 喺我哋個 WhatsApp group 裏邊都有係 send 翻啲 details 關於個日子啊、時間啊同埋嗰個 join 嘅 link 咁啊。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如果大家有興趣都係welcome 去 join 咁樣樣係啦。咁係啦。跟住我哋下個禮拜就有阿 Felix Chu 嘅弟兄嚟為我哋講道係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就係收奉獻嘅時間，麻煩阿 Vita 同阿 May 幫手係啦。咁奉獻咧其實係我哋基督徒想回饋翻俾神嘅。咁如果在座有未信嘅話咧，其實你只需要 pass 咗嗰個奉獻袋就得㗎啦，係啦。唔該阿 Vita 同阿 May 啦。麻煩啊 Vita 姊妹幫我哋獻金祈禱。各位基督徒，我哋上次祈禱，我哋嘅職務今日雖然好難，但係我哋見到我哋都有火熱嘅心，好多弟兄都能夠嚟到面前敬拜，係受主嘅話語，我哋感受到講員所講嘅神就是愛，希望我哋係每一個人都係打開我哋嘅心門，讓主耶穌基督進入我哋嘅心裏邊，做我哋嘅主，引導我哋所走嘅道路。因為我哋今日係奉獻上我哋嘅金錢，我哋嘅金錢都係由你而嚟嘅。求主你繼續嘅俾我哋喺工作上面係有滿意嘅成績，
同埋我哋又願意甘心樂意係將我哋部分嘅金錢咧係奉獻上俾你哋，係求你悅納，用喺教會事工上面，令我哋連教會裏邊係有食糧，能夠喺所有嘅事工上面係多多嘅發展。我哋要俾更多人認識神係幾咁偉大，幾咁愛我哋。我哋如果呢個世界人人都有你喺我哋嘅心裏邊住，係俾愛我哋，令到我哋係愛所有嘅人，呢個世界就和平。現在我哋係將我哋嘅所有嘅心思意念都應該係有主你喺我哋裏邊作主。我哋咁樣嘅禱告，求主悅納，而且係賜福俾我哋眾人。我哋咁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求。唔該，Vita姐妹。跟住我哋請黃牧師為我哋祝福，同埋為陣間我哋會後嘅外宴祈禱。唔該，黃牧師。我哋一齊起立，我哋先謝飯，然後領受神話語嘅賜福。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我們愛，因為你先愛我們。主，當我哋接納耶穌基督成為我哋嘅救主嘅時候，我哋宣認你就係神成為肉身嚟到我哋當中，我哋就係認耶穌嘅，我哋亦都係屬於主嘅，亦都住喺神裏面，神亦都住喺我哋裏面。主，我哋領受咗咁大嘅愛，因此我哋每個禮拜，我哋都一齊用實際嘅行動，我哋一齊有愛宴。主，感謝你供應我哋日常一切所需用嘅，亦都賜俾我哋食物，賜俾我哋健康，賜俾我哋胃口，賜俾我哋消化嘅能力。主，我哋為等一陣間我哋一齊要領受嘅各樣嘅食物，我哋獻上感恩。呢啲都係弟兄姊妹從你嗰邊領受嚟嘅愛，然後實踐出嚟我哋嘅分享，又讓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們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各位清楚，崇拜結束，默禱之後，大家可以離開啦。